徛台湾看世界，今年的6事，香港政府以疫情限制令为理由，禁止香港的民众集会对倒。但是也是有几啊千的香港人挑战港府，结果伫个旺角等地，便衣的警察甲民众起冲突，有真侪人去用逮捕。昨暝有超过1万人集合伫维园点蜡烛啊哀悼。 虽然香港政府进程以限聚令为理由，禁止超过8人的集会，被认为是针对烈士。因为香港支联会议员召群眾悼念烈士，就可能就係收張告票，就係2000蚊。咁呢個就係我哋今日嚟到呢度嘅風險。出年我哋唔知道我哋要承受咩風險，所以今日我哋仲有一個機會嘅時候，我哋就要把握呢個機會，所以我選擇今日嚟到呢度。 就算会被罚钱，这就是家己的意愿。几千几万名香港的民众挑战香港政府用蜡烛啊、火甲雨伞展现自由意志。伫旺角大围西营盘顶所在，昨暝拢有民众领蜡烛啊，徛伫街仔路默哀，各地拢有港警伫戒备。伫旺角就爆发警民的冲突，最后有部分的示威民众互人掠去。日本按照一起新闻报道，烈士相关的消息伫北京报出的时，幸好互人切断去。 今放送が遮断されました。天安門事件に関するニュースを伝えた際、放送がおよそ2分間にわたって中断されました。烈士事件31周年，天安門母親卻是必須伫北京當局安排下，招到到公務祭拜悼念。這個期間，還有幾十名公安的監視，家屬表示講絕對袂屈服，要求甲政府對話，希望講為烈士的死難者討回公道。